講到這幾天，南部天氣是熱翕翕，超過37度，其中台南玉井連續3天攏是全國上介熱的所在。今透中晝呢，衝到39.6度，若高雄也有這個太魯熱甲落落來去激到人，若人熱甲擋袂掉，連動物呢也愛用冰角來體涼。高雄氣象站就講，這款天氣上無愛熱到歹死，提醒咱的觀眾朋友出門就愛避免着曬。日頭赤炎炎，完全無快運，民眾出門無外套、雨傘全副裝備，看到有黃的所在就緊避入去。台南玉井這逐間賣冰的店攏是排隊的人陣，因為天氣實在有影熱。根據氣象局的資料，對23開始，南部的溫度一天比一天高，尤其是玉井，連續3天攏是全國上熱的。25中晝佫衝到39度6，民眾講人用要氧氣啊！我覺得超熱，剛剛釋放兵一走出來。感覺快不行了。最近天氣都很熱啊，所以我們都只能躲在屋檐下，就能不出門就盡量不要出門這樣。沿海的海風沒辦法吹送到這邊，造成這邊風速比較小，那甚至有局部鋒面造成過山沉降、絕熱增溫的現象。因為鋒面頭前濕個熱，西南風吹不到南部的山區，加上日頭照射的角度接近90度。對了，台南玉井消防講，高雄氣象站嘛對內門發高溫警報，37度外天氣，也個動物園趕緊傳冰角大型的電風，來個動物降溫消暑。你佇高雄市區毛大樓外邊的太魯熱甲別開落落來，看到這個橋多擺的民眾靠舊條上樓梯，加在無啥要緊。大樓管委會講，這唔是頭一擺發生啊。確實把它補好之後，所以架安全網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。哦。但是架安全網也只是治標而已。治標對。你治本就是要外牆翻新。針對大樓的狀況，高雄工務局表示，會限期要求所有權人愛改善，若無就會依法採取。另外，高雄氣象站也要提醒大家，這款卡袂到到37、8度的天氣，愛熱甲歹死，民眾出門一定愛做好預防措施，隨時補充水分，避免着沙、晒着傷。記者李新武、柯家珠、邱超陽綜合報道。